里看得挺远的。哎，喝水吗？不喝。太乱了，家里。哎，鱼，以后就多一个人陪你们喽。我去厨房看一下。哎，你就自己看啊，我就不管你了。啊，你别管我了。鱼多一个了啊。哎，老爸，你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这样又怎么过生活嘛？喂，起床了。哎呀，别睡了啦！别动我，让我睡会儿。来了，不行，家里什么都没有哎，我们去买东西。等我睡醒了再带你去买东西，好走吗？嘛走嘛，哎呀，我是要常住的耶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住啊？常住。怎么了？你是我爸哎，我不住这，住哪里啊？走啦，去买东西了。爸。